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讲完了，就是显而未定之。那今天就是从第15页中间部分，就是一般而言呢，就是有境若区分的话，就是从这个有境的分类开始做解释。那我们在讲述到有境的时候呢，其实境和有境呢，就是互相关带安利的，就是境呢，它要关带的有境来去安利，同样的呢，有境呢，也是要关带的境呢去安利。那我们一般在讲述到什么是境的时候呢，那境呢就讲到说我们所能够知的这个对境，它是境。那有境呢，就是能够了知者，那叫做有境。那以我们一般就是世间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会讲到说，能看到的人，还有说他所看到的境。那能看者呢，就是有境。那所看到的境呢，就是指它的对境，也就是境。所以就是一般来说，一个人他看到瓶子的时候，他用眼睛看到瓶子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人呢，他是能看到的这个能看到者。那他所看到的瓶子呢，是所看到的境。所以一个是境，一个是有境。所以境和有境呢，一般在讲述的时候，就是彼此要互相关带。想要清楚了解境的话呢，就要了知有境；想要清楚了解有境的话呢，就要了知境。那在藏文里面呢，我们所讲到这个有境呢，它这个有所代表的意思呢，就是具足的意思，就是它是具备这个境的缘故，所以叫做有境。所以在藏文里面，它其实是直接讲的是具足境。那为什么在藏文里面它不直接讲有境呢？就是说，虽然说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在藏文的就是语法里面呢，如果你用这个，你把这个具足这个字呢，用有就是藏文的具足呢，你用有字去使用的时候呢，这个字讲起来就会不会那么顺，所以它藏文里面它是直接讲具足境，那中文就直接翻成有境，所以这个是意思是完全符合的。那为什么叫具足境呢？就是表示说它是有一个境，它是具备一个境的缘故，所以它叫做有境或是具足境。像是藏文的众生呢，它叫做具心或者是有心，就是你具备了心，或者是你有这个心的呢，称之为是众生。那我们在讲比较一点的譬喻来说的话呢，像是我们讲说有眼、有头、有手，就表示说具足了眼睛、具足了头，或是具足了手嘛。它的意思呢，其实是一样的。那所以在讲述到有境的时候呢，分为视符、言语还有量，就是视符、声音还有量。那这三者呢，因为它是有对境的缘故，它是具备境的缘故，所以称之为是有境。那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就是有境呢能够区分视符、声音还有量呢这三者。那视符或者说我们讲的声音、言语，那还有量呢这三者呢，它所能够对应的到的境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四种境，也就是显现境、索取境、单着境，还有这去路境。所以就是这三种，我们在安利四种有境的时候呢，同样的四种。我们在安利三种有境的时候呢，同样的呢，这三种有境呢，可以安利出呢，就是四种境，也就是呢，这三种有境，它的境呢，到底是属于是显现境、索取境、单着境呢，还是去路境呢？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安利的。所以安利了三种有境，所以三种有境以及四种境，或者说呢，我们在境上面直接去做分类的时候呢，我们又可以把境呢，就是分为呢，就是常、无常，或者说呢，自相、共相，或者说呢，二谛里面就是分为世俗谛和圣义谛，就是又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分类。总之呢，就是因为有境的缘故呢，所以才能够去区别说它的境呢到底是哪一种。那或者是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所知道的所知呢，它可以分为常或者是无常，或者说呢共相和自相，或者说所知呢又可以分为圣义谛和世俗谛。那能够将这些作为境的呢，就是这三种有境，也就是呢视夫、言语还有量呢这三者。能够把这些呢来作为它的境，那他在将常无常或是共相自相、圣义世俗谛呢，圣义谛世俗谛来作为境的时候呢，
以作用来分的时候呢，它是如何成为它的显现境，或是说如何成为它的索取境，或者说成为显现境的原因是什么？它是它索取境的原因或是什么？是单着境的原因是什么？或是去路境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呢，就是从作用呢来区分的。所以呢，我们这边就可以很明确的呢区分出，就是有境呢有三者，那它的境呢就是有常无常，或是共相自相、生义谛、世俗谛两者。那对于说如何呢把它作为境的这种作用呢，又可以区分为显现境、索取境、单着境以及去路境的这四种区分的方式。那在三大师呢，就是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在还没有开始学习心类学之前呢，那会先学习就是境和有境。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讲到境和有境的时候呢，就是在色类学里面，我们会先去学习的呢，就是关于境的部分。因为呢，一开始就讲到说呢，有境呢，它是分为就是生、是福还有了知呢这三种。那这三者呢，它是境，是福、生、了知呢，这三者呢是有境。那它既然是有境的话呢，它的境呢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色类学的时候呢，我们先了解到呢，所谓的境呢，就是讲到说常无常，或者说呢共相、自相、生义谛、世俗谛这些，我们先了解到这些是境以后，那在境和有境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才开始提到说，他们为什么叫做境呢？因为呢，他们是有境的境的缘故。那为什么是什么东西是有境呢？那有境呢，也就是所谓的生、是夫还有了知。那生还有是夫的部分呢，那就讲到说生，那什么是生呢？哪一种生它才是所谓的有境？那就讲到说能全生。那在讲述能全生的时候呢，就是在色法里面，因为在色法里面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色身相位处，所以呢，色身相位处里面的生呢，就是在解释到就是能全生的部分。那是夫呢，就是在色法、心法、心不相应刑法里面呢，是夫呢是属于心不相应刑法。所以关于呢有境的是夫以及生这两者呢，在色类学的时候呢就已经解释完了。那至于说了知的部分呢，那就到后面呢有境的时候先开个头，就是境和有境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在境和有境的内容里面呢，先稍微阐述有境。那等到心类学的时候呢，再来更仔细的介绍呢，所谓的了知呢到底是什么。那在解释完就是境和有境之后呢，那再开始讨论到说，既然呢有境能够把无论是常无常作为它的境，或是自相共相作为它的境，或是生义谛、世俗谛作为它的境，那它的境呢，它到底是能够成为它的显现境，还是它的索取境，或是单着境，或是趋入境？那为什么呢？这个是它的显现境，它能够成为显现境的原因、索取境的原因、单着境的原因、趋入境的原因呢？那这些呢，无论是说在色类学里面境和有境这个课程的内容也好，或者是说到心类学里面呢，那都会呢，就是更多的来做这一部分的解释。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了知到说，就是在学习的时候呢，一开始会先了解到什么是境。当了解了境之后呢，那学到就是社会学的后面呢，就是关于境和有境的探讨的时候呢，那开始带出了了境。那我们去了解到说，为什么它能够称之为境呢？因为呢，有一个叫做有境的这个东西呢，它能够去了解到它的对境，所以从这边呢开始了解到了境和有境。那再接下来去探讨说，既然有境呢能够有境，它有它的对境的话呢，那这个有境以及它对境的关系呢，就是它的境是如何能够成为，为什么会变成它的显现境的原因，或者是为什么能够成为它索取境的原因呢？这些到底是为什么能够这样去安利的呢？那就在心类学的时候呢，就更广泛的解释。所以境和有境的一个了解的次第呢，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认为自己对于心类学呢已经有一个大概了解的话呢，那我们所了解的次第呢，就是我们在了解心类学之前呢，一开始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境，先了解到说常无常啊、共相之相这些境呢，我们了解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呢才能够了解到所谓的有境。
那在了解到有境的时候呢，就知道说有境呢又分为就是是夫、声音还有了知呢这三者。那是夫、声音还有了知这三者有境呢，他在了解他的境的时候呢，就是为什么这些能够称为显现境，这些能够称为索取境，这些能够称为单着境的时候呢，那这种趋入于境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什么时候呢会去安立单着境呢？那单着境呢是唯有分别之呢才能够安立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更细分的呢去了解这些心法，那也就是心类学的内容。所以透由单着境呢，我们知道说单着境呢只能安立在这个分别心之下。那在讲到显现境的时候呢，那显现境呢是无论是分别之或是无分别之呢，都能够安立它的显现境。那在讲到去入境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声音还有补特伽罗呢，它去入于境的方式。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更清楚的了解到说，境和有境之间的关系。那像在讲到说，就是去入于境的时候呢，那除了像是从显现从单着境呢，了解到说唯有分别之它有单着境。那在了解显现境的时候呢，就了解到说无论是分别之或是无分别之呢，都有显现境。那从这边呢，又从分别之和无分别之呢，再更深入的去了解到其实呢还可以除了分别和无分别的分类之外，又可以分为意知和根知的分类，或者说呢心王以及心所的这个分类。那在了解到就是去入境的时候呢，就可以讲述到声音，还有呢补特伽罗它是如何呢是夫，就是补特伽罗是夫呢，它是如何去入于境的。所以当我们这些都能够有一个概率的了解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对于心类学呢有一个概率的了知。那所以这就是一个从境以及到有境，以及到说它如何去入于境的这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它的一个次第。那所以在这边讲到有境来区分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般呢是讲到说就是声音、是夫以及了知这三种嘛。那讲到声音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所有的声音呢它都能够成为有境。这边讲的声音呢，一定呢是指到说就是能全声。什么是能全声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讲到说像水声以及风声这一种呢，它并不是所谓的能全声，所以它并不能够称之为是有境，因为它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境。那为什么呢？因为风声和水声呢，它是不具备境的。就是我们想要说，你要变成有境的时候呢，你要么就是要从显现境，或者是索取境、单着境、去入境，就是这四者境呢，任何一种之一呢，然后来解释，你才有办法成为有境。但是风声和水声，它并没有一个去入的一个境，它并没有境的缘故，所以它没有办法安立为能全声。那什么是能全声呢？比如说我们想要说呢，能诠释平直的声音。那能诠释平直声音呢，它的境很明显的就是平直，因为透由这个声音，我们能够去入于平直，所以呢，才讲到说为什么呢？我们在讲有境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是一定要，并不是说所有的声音都能够成为有境，一定是要能全声呢才能够成为有境。那所以同样的呢，在这边课本里面呢是讲到说，一般而言呢，有境若区分的话呢，有三种是视服、言语还有量。所以这个言语呢，它就一定呢会是能全的声音。所以这边讲到说呢，就是有境来区分的话呢，就是分为视夫，然后呢，言语呢，言语就是指说能全身。那这个量呢，并不是指说是成为量或是成为在觉知的这个量。这边量它最主要指的意思呢是了知的意思，是特别指了知。所以呢，视夫、言语、量的这个量呢，并不是说我们在分类心类学的时候，它会分为量和在觉知的这个量，并不是。这边量呢，指的呢就是纯粹就是指了知的意思，就是指心法的意思。那在解释到就是那有境量的时候，就只要说这个有境的这个量呢，那有境的这个量指的是不欺狂的意思，就是不欺狂的有境呢，它来区分的话呢，又能够称为就是视夫正量、言语正量，还有了知正量呢这三种。所以这边后面的这个有境的这个正量的这个量呢，指的是不欺狂。所以不欺狂的呢，又可以分为就是视夫不欺狂、言语不欺狂和了知呢不欺狂，也就是视夫正量、言语正量和了知正量这三者。
所以这边呢所讲到的士夫呢，就是指说普特伽罗，所以士夫和普特伽罗呢，二者是同义的。那这边的言语呢，就像刚刚讲的，言语呢和能全身两者呢是同义的。那这里所谓的量呢，并不是我们在解释到，就是说它仅仅是一个分类呢，讲到量之外呢，它并不是说所有的有境呢都要是量，因为这边我们只要说它的量并不是量和在觉知的这个量，因为呢，像在觉知它也是有境，因为我们同样呢，在觉知呢，我们可以去安立呢，它是有境的，像是直屏的第二刹那呢，它是在觉知；直屏眼知的第二刹那呢，它是在觉知。那同样呢，它是有它的境，因为它的境呢，就是可以安立为平止，所以它同样能够安立为有境，或者说我们在讲到说颠倒知的时候，那颠倒知又可以分为就是分别颠倒知和无分别的颠倒知。那颠倒知呢？分别的颠倒知呢，是只能够安立就是它的显现境。那像是无分别的颠倒知呢，像它的显现境啊、索取境这些呢，是可以去安立的。那就是如果是无颠倒的分别知呢，那无颠倒的分别知同样的呢，它的显现境、索取境、单独境呢，这些呢都是可以去安立的。所以这里所谓的这个量呢，它仅仅是在分类的时候呢，安立就是量的名称之外呢，它并没有一个周遍，没有说这边的量呢，它就一定要是我们讲的量和在觉知里面的这个量，并不是的，而是泛指呢所有的了知。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是势力，那之中呢，就讲到说第一个呢，就是视服正量呢，就讲到说像是导师佛陀，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边去区分的时候，它没有说一定呢，就是所谓的视服正量，它并表说一定是所谓就是我们在讲到量和在觉知的量，因为呢，导师释迦世尊呢，导师佛陀呢，它并不是了知嘛，因为如果是你要是量和在觉知里面量的话呢，一定要是了知，但是导师佛陀呢，他并不是了知，因为呢他是行不善行法。那这边把它称之为是视服正量的原因呢，称为正量的缘故，就是因为说他不欺诳，而且他本身是清净的。他对于说他所了知的呢，像是四谛行相的这些道理呢，他是如实的了解，而且除了自己能够如实了知之外呢，他也能够如实的呢，就是如实就是无导的，就是显示给其他的有情，所以呢，导师佛陀呢称之为是视服正量。那以藏文就是藏人呢，他们在口语的时候呢，就讲说，比如说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会讲说，这件事情呢是真的，为什么是真的呢？因为是某某人说的，然后这个讲的这个人呢是人正量，就是名称嘛。他为什么会讲说人正量呢？就表示说这个人呢，他平常就是别人呢都是相信他，而且呢，这个人他是本身就非常的正直，而且他所讲的话呢都是很正确，然后所有人都相信他，所以在口语的时候呢，就会把这样子的人呢称之为是人正量。所以就说这段内容呢是没有错的，因为是从这个人正量呢他所讲述出来的，就是有这样子的藏文的口语讲话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用法。那第二个呢，就是言语正量。那言语正量就讲到说，像是四谛法轮，因为四谛法轮呢，它本身呢就是清净的言语，然后呢也是不欺诳的言语，所以称之为叫做言语正量。也就是呢，四谛法轮它所显示的这个四谛十六形象的内容呢，对于无常的四谛十六形象所显示的内容呢是完全无欺诳，完全正确的，如同它显示一般呢如实的存在的缘故呢，所以四谛法轮呢是言语正量。这边呢，就是补充一下，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这边是直接翻成导师佛陀。那在藏文里面呢，是讲到说导师佛。那在讲到导师佛的时候呢，就是这边就是特别呢，就是跟大家说，这边所讲述的呢，佛指的呢，就是佛陀，就是他呢一定要指的是普特伽罗，就是心绪当中呢具备一切偏执这个普特伽罗这个佛陀呢，而不是指说光指佛，因为我们在讲佛的时候呢，其实佛呢可以分为就是色身以及法身。那这边讲的导师佛呢，主要指的呢就是指色身。
指色身的佛，因为法身的佛呢，无论说像是自性法身，或者说是智慧法身，那自性法身呢是灭地，智慧法身呢是道地，无论是灭地和道地呢，它都没有办法成为这个世夫正量。所以这边所讲的导师佛呢，是指说导师佛陀，那所以指的呢是佛陀的色身。那色身呢又分为就是报身以及化身，但是现在是经部中的缘故，所以经部中它并不承许有所谓的报身佛，所以这边呢一定都是指说化身佛。所以这边所指的这个导师佛呢，就是指导师佛陀，也就是具备色身的这个佛，就是心绪之中具有一切遍智的这个佛陀。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佛呢都是能够成为世夫正量，所以这边人们就特别解释一下，就是导师佛呢指的就是导师佛陀。第三个呢，就想要说就是了知正量。那了知正量呢，就可以分为就是限量还有比量。但是呢，就是这边安利限量还有比量呢，最主要是以就是让我们容易理解的这个方式呢，安利限量或比量，或者说以它字面上来安利呢，我们安利为限量和比量。因为如果说这个认知正量呢，指的就是指说量和在觉知里面的量的话呢，那这样分类呢是没有错的，因为呢它就是可以分为限量以及比量呢这两者。但是如果说呢我们要从对于整个经论的理解来说的话呢，这边要是用量和在觉知来的量来理解的话呢，就有一点就是说不通。因为我们前面在讲到就是世夫正量还有言语正量的时候呢，所谓的世夫正量指的是说不欺狂的世夫，那言语正量呢只是讲说不欺狂的言语。所以这边我们在讲到说了知正量的时候呢，应该讲到说就是不欺狂的了知。所以不欺狂的了知的话呢，那就不止限量还有比量，那像是在觉知等等呢，也都可以安立为就是这边所谓的了知正量。因为呢，就是你不能在前面讲述到世夫正量还有言语正量的时候呢，你用的理解方式是用说不欺狂呢来做去理解这个量，但是等到了知正量的时候呢，你又它的范围呢又变小了，除了不欺狂之外呢，要变成心不欺狂的了知。那这种理解呢，就会变成说你的理解就是上下理解的方式呢就变得不一样了。所以这边安立限量和比量呢，是因为说如果说我们从字面上去理解的话，了知正量呢，它好像符合量呢，就是心不欺狂了知的话呢，那是以限量和比量去安立呢，这种理解这样去安立的话呢是可以。但是如果说以对于经论理解的话呢，这边的了知正量同样呢，我们要和前面一样以不欺狂的了知去理解的话呢，那还可以再安立就是在觉知等等。所以这边安立限量和比量呢，是仅仅呢就是以事例呢来做安立。那所以为什么要讲到这样子的理解方式呢？因为这跟我们一般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呢是相关联的。就比如说我们在阅读经论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无论说现在在讲述就是性相也好，或是名相也好，那可能呢在字面上无论说它的事例也好，它的事项也好，或者说呢它也是完全于周遍，但是呢，你还是要和前后文呢，就是要相顺。因为如果说它的事例、事项、案例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在讲案例这个内容的时候呢，如果说它的前后文就是无法相对应的时候呢，就会有这种前后文就是无法对照的这种情况发生。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述二谛的时候，那讲完世俗谛之后呢，那我们会讲述圣义谛。那在讲述圣义谛的时候呢，那我们会讲到说，圣义谛呢，它就是它的性相呢是什么？所以讲完圣义谛之后呢，我们会讲圣义谛的性相，然后呢才去解释到说，圣义谛啊，它和事物，或者说它和无常，它和志向等等呢是同义的。所以以经论的解释角度，应该是以这个四谛呢来做解释。但是呢，你不能够讲完就是世俗谛之后呢，然后再讲圣义谛的时候，因为圣义谛呢，它和无常呢就是同义的缘故，所以你讲完了世俗谛之后呢，你不讲圣义谛，就讲一个说无常，然后无常的性相呢是什么？因为无常呢，它跟圣义谛呢是同义的缘故，所以你把这个无常插在中间，这样子讲起来，它的前后文就没有办法相顺，就不相通。或者说呢，我们在讲述就是志向或共相之后，你讲完共相之后，你接下来应该是解释志向，而不是你讲完共相之后呢，你反而跑去解释什么是无常，什么是圣义谛，这样就变成说前后文不同。虽然说
虽然说呢，我们在讲说意志或是事例上呢，它是完全服顺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以现在经部中来说，它的圣义地也好，它的事物也好，和志向本身就是同义的，所以在事例或说事项或说周遍呢，它也是完全周遍的。但是你在理解的时候呢，就会变成说没有这么的通顺，因为它要讲完共相之后呢，你就是要接着事项呢去理解，或者说你讲完常之后呢，就是要去理解无常，而不是讲完常之后呢，你跳去讲所谓的什么是志向，然后呢什么是圣义谛，这样就变成说前后文呢有一些不通顺。所以这就讲到说，就是我们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除了看当下呢它本身的字面的，无论说是定义或是性象，或者说周遍呢都是服顺，除了这些之外呢，还要去理解到说这一段的内容如果放在这边呢，和前后文呢是否是有关联的。最常要了解这些的呢，就是大部分是在就是校对就是经文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新翻译的内容，那无论说是把它从中文呢翻成藏文，或是藏文翻成中文，或者说呢英文翻成藏文，藏文翻成英文呢，就是在校对的时候呢是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无论说我们在校对这一本书的内容的时候呢，那当然第一个呢就是看它的意思呢是否有错误，那意识没有错误之后呢，那第二个呢，就是看他所安排的次第呢是否正确。那这两个呢都没有错之后呢，那第三个所要看的呢，就是看前后文呢是否相关。因为呢，就像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在解释就是内容的时候呢，比如说讲完志向之后呢，他应该呢就是要讲共相，但是他讲完志向之后呢，他不讲共相。他反而跑去讲说无常，然后呢，刹那性呢是无常的性象。那这个内容当然是没有错的，就是他的意思呢也是正确的。那他在讲志向呢无常，那这个周遍呢也都是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它前后文就没有什么关联，因为讲完志向之后，他应该要去讲共相。就像我们讲完常法之后呢，要讲无常法；讲完圣义之谛之后呢，要去讲世俗谛。但是你在这边呢，突然插一个就是好像没什么关联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前后文没有相关，或者说呢，我们在就是这整篇的内容呢，大部分呢都是这整篇内容就是讲了之的内容，但是它中间突然插一个就是关于能全身什么是能全身？能全身要具备怎样的条件的时候呢？那这个呢，就是表示说它可能是前后文呢，就是不相关突然跑出来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要特别去注意的。所以这大部分呢是在我们校对经论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的。那当然就是像刚讲的，除了校对经论之外呢，我们平时在就是阅读经文的时候呢，或者说阅读这些论点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去注意这一方面。那所以我们在校对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呢才是我们真的呢要去注意的地方，不然呢就是说我们在校对的时候，就是看这个页数呢有没有错误啊，或者说看它科判呢在安立的时候呢，它的次序呢是否是正确的，这些呢都是比较容易的。那就是真的要去注意的呢，就是对于说就是它的意思，还有说它安排的次第以及前后文呢是否连贯呢，这个呢才是比较重要的。那为什么会特别会讲这个呢？那就像是说，我们像一般在介绍人的时候，比如说有个人他在介绍小明的家人的时候呢，然后讲他突然插了一个小华的这样，这个是小华的家人怎样怎样，那听的人呢，他就会觉得莫名其妙。那你现在讲的这个人，他到底是小明的家人还是小华的家人？所以我们正确在介绍的时候呢，应该是把小明的家人全部都介绍完之后呢，然后再来介绍说，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小华的家人，或者说某某人的家人，就是一个一个呢依着次第呢去介绍，而不是呢在介绍小明家人的时候呢，然后中间呢又穿插了小华的家人，然后呢小丽的家人、小强的家人，那这样讲到最后呢，听的人呢他会觉得说你现在讲的这个人到底是谁的家人？听的人他反而很容易搞混，所以才讲到说就是关于前后文或者说次第呢是特别呢是需要去注意的。所以呢，但是像刚才那样子，就是以介绍的这个人来说呢，虽然说他介绍的并没有错误，就是他讲的呢就是小明的家人上，他讲的呢并没有错误，但是听的人呢就是比较容易就是搞不清楚状况。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呢，就是一开始呢要先了解意思，然后呢次第，然后接下来呢对于说前后文呢是否有关联的呢，这一些如果说都能够注意的话呢，那就能够更清楚的去了解说这个经文的内涵。
所以呢，这里所讲到的就是限量还有比量呢，那就是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了。就是限量呢，也就是它又是现前又是量的呢，就是称之为是限量，或者说我们讲的就是现前的第一刹那，称之为是限量。那比量呢，就是又是比度又是量呢，称之为是比量，或者说呢，比度的第一刹那呢，称之为是比量。那上述呢，就是关于呢，就是这个科判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就是下一个科判。刚才讲到那个言语的时候，有经部分为3个嘛？言语说的是能全生。那么我想知道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说佛经，我们现在看的佛经，它算不算这个言语啊？因为它不是声音传达的过来的，而是眼跟是去看的。那这个算不算呢？那就是这边呢，就是要先区分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呢在讲到就是经或者是论的时候呢，无论是经或者是论，它指的呢就是言语，也就是呢能全身。所以我们讲的经或者是论呢，是不是用眼睛看到的？因为它就是声音，也就是呢，照这本经或是这本论的这个祖师也好，或是佛陀也好，他所讲出来的内容呢，叫做经和论。所以要先了解说经和论呢，指的呢就是指说能全身。那不可以这么理解能全生能全生这个词，就这个言语的话，就是说它通过无论是文字还是声音，让我来了解对境，让我清楚的了解去对境，或者是说明白这个对境的意思。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说，如果用这种方式去理解的话呢，就变成说我们在听，就是从喇叭放出来的这种像是经论的这种解释的时候呢，它也会变成经，但是实际上呢，它并不是经。所以我们不能说哦，你只透过文字或是什么呢，你能够理解它就能够称之为经，并不是的。因为就说，如果以这种讲法来说的话呢，就变成说佛陀的嘴巴呢也要称取是经，因为我们是透由佛陀的嘴巴呢听到这一些内容的，所以就变成说佛陀的嘴巴也变成是经，也变成是佛陀嘴巴呢是心经啊，是般若经啊什么的，但是不是嘛？那如果说承许佛陀嘴巴是经的话呢，那就变成说，无论是般若10万颂、般若8000颂，或是心经，它全部都变成一个东西，就是佛陀的嘴巴嘛。那就是上一堂课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就是像我们在边看电视边吃泡面的时候呢，那可能没有注意到泡面的味道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沿着泡面的舌根式的质正分呢，是否对于这个舌根式是量呢？那仁波切在回答的时候呢，就说一般呢，就是以释量论里面的解释来说的话呢，就是任何一个了知呢，他如果说他要能够他的就是能够领纳他的智证呢，要是无法通达他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成为是量。所以从这句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理解呢？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如果他的能够通达他的智证没有办法通达他的话呢，他就不会变成是量。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的话呢，就表示说，如果呢你本身呢不是一个通达尽得了知的时候呢，那你的能够领纳你的这个智证呢，就无法通达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像是显而未定知也好，或者说像是颠倒知也好，那他的智证呢，就是领纳显而未定的智证，或是领纳颠倒式的智证呢，他就没有办法通达这个显而未见知，他也没有办法通达这个颠倒知。所以看来的话呢，应该是没有办法通达。所以沿着这个泡面的舌根式的质正分呢，它对于这个舌根式呢不是量，因为这个舌根式它本身是就是以这个来描述的话，它是显而未定知嘛，所以它的这个能够领纳它的质证呢就不会成为量。对于这个舌根式呢就不会是量。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舌根式所感受到的就是酸甜苦辣的这个感受呢，是不是受心所？
那人们界就回答到说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说所谓的受心所的时候呢，那因为知道说受心所它本身呢是无别境，所以呢就是当升起感受的时候呢，你只要有感受的时候呢，那后面的就是思想处作意，或者说他的心王呢本身呢都会升起这样子的感受，所以感受呢是有的，但是他所感受到的呢，是否是所谓的这个酸甜苦辣的这个感受呢，并不是。但是他有没有感受？有感受，因为舌根识呢，它一定是有相应的它的心王以及心所。无论说我们把这个舌根识安立是心王或是心所，所以它一定会有个受的感受。但是这个受呢，它并不是去领纳这个酸甜苦辣的这个味道，它所领纳的呢是安乐或者是痛苦。所以呢，当吃的时候呢，我们透由这个。吃起来这个东西酸酸的，你觉得很好吃，那你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吃的酸酸的呢，我觉得很舒服。你升起这种乐受的时候呢，这个呢才是受心所的作用。就是这个时候有没有受心所？有受心所，但是这个受心所它是不是去领纳酸甜苦辣的？不是。那至于说这个感受酸甜苦辣的这个呢，是哪一个心所的作用呢？那我们以眼知来说的话呢，就是和眼知和它相应的这个想心所，因为想心所呢，它可以分别去，它可以去分辨说这个是黄色，这个是蓝色，是白色，就是说外在的这个色法。所以，如同于此呢，就是应该也是和这个舌识呢相应的这个想心所呢，它能够去分辨说，这个是酸味，这个是甜味，这个是苦味，这个是辣味。所以这个呢是分辨是什么酸甜苦辣呢，是想心所的作用。